球一点点。
就在这首《你是我的眼》告一个段落，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平安健康，也希望大家呢在往后日子里面呢，继续的与天光一堂，祝福视障朋友们打气加油和鼓励。谢谢您，有您真好，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平安健康，幸福美满。今天是周六，每周六也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。我跟大家说声晚安，再见喽。